容許我喺呢度好快分享少少啦。其實最近咧心情都好沉重啦，因為即係大埔宏福苑嘅事件。咁但係即係我相信大家都有好多好複雜嘅情感情緒。我有一段時間都唔係好梳理到呢啲情緒啦，直至到真係去問自己一覺得好無力啊，好無力嘅感覺。咁但係喺呢件事入邊，我雖然好傷痛啦，但係我都見到有好多好人性嘅光輝啦，包括受影響嘅人好堅強咁樣去面對呢件事啦，同埋好多人去互相幫助，去幫助大家去重建家園。咁所以我都希望大家除咗關注事件之外咧，都好好去照顧自己嘅情緒啦，去好好 take care 自己。如果有啲咩就揾朋友傾啊，或者去一齊傾翻開嗰件事。咁所以我好希望無論係世界又好，或者大家內心又好，都可以揾到一種和平，喺呢一個紛亂嘅時間都有種平安同埋和平。所以喺呢度送一首關於和平嘅歌俾大家。Amani。不如我哋一齊唱好嗎？Amani nakupenda wewe， 他主宰世上一切，他的歌唱出愛，他的真理遍佈這地球。他怎麼一去不返？他可否會感到烽煙掩蓋天空與未來，無助與冰凍的眼睛，含淚大天際大悲憤，是用數戰爭到最後，傷都是兒童。我向世界呼叫Amani nakupenda wewe， 我向世界呼叫Amani nakupenda wewe。 天空可見飛鳥，驚慌展翅飛舞，穿梭天際只想覓自由。心千億火愛心碎，今天一切壓困，烽煙可守天空與未來，無助與冰凍的鬥爭，無淚與天際大悲憤，是用數戰爭到最後，傷都是兒童。